起来实在嘛是真无辜，就是去食一个臭豆腐，竟然互弄死，家属是悲伤痛哭，无法度接受。最近卖臭豆腐的不止出名，是真侪在地人共同的记忆。事故发生了后，袂少人发文章谴责这个少年家的行为，讲伊弄死人，袂输像无代志共款。头尾桥倒摆出去，袂搁再转来。太太听到这个消息，赶到派出所时，是规人讲起，唔敢相信。坐伫咧豆腐担食暗顿，客车撞死的查甫人客太太和后生，拢接到警察紧急通知的电话。这客停车赶来到派出所，无回无去，人真伤心。脏状的臭豆腐摊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但是民众只下班路过或来买个晚餐就遭遇死劫，肇事者还是一名无照上路的少年，也让当地居民气愤又惋惜。顶下卡人咧食臭豆腐。看一台车驶差不多5的速度，我差不多70了。在向啦，砰一来的呢，砰就落去，佫大倒转来，人较严重啊。可能没有刹车了，可能完全没有刹车。3死2伤的严重事故，少年仔无驾照驶车，敢若弄死。现场看到的人讲，少年仔佫敢若无要无紧，互家属气甲破门改骂。家属讲，其中一位死者就是叶金宝，发生代志，伊人嘛共讲起，找到伊朋友的社群平台发现主页头一个限时动态，佮写讲上新闻啊。毕业者和家属一世人活伫咧黑暗和悲伤世界，啥物来对阮付出？除了死者家属真生气，卖臭豆腐的头家娘嘛互弄个受伤。可能老板有点小中风，所以基本上都是老板娘跟他儿子来，主要的做收生意这样，很好啊。人不错啊，像我们跟他租了4、5年都没有帮我们，就是摊位这个都没有涨价过。3死者和2位受伤的人，到即马也无看到少年仔，或者是家长来回息的。真侪东欧人拢真艰苦，大家拢想要问：即摆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